感生活同宣教有咩關係呢？我哋而家活喺一個人越嚟越唔信任嘅世代，好多時候你同佢講福音，佢就會覺得你 hard sell。好多人對宗教對人都築起埲高牆，但係人嘅生活需要、情感需要係每一個人都不可或缺。而好感生活嘅模式就係從生活入手，用溫度打開人心，就好似耶穌咁，佢走入人群，去到最被忽略、最被拒絕嘅地方，用陪伴同埋關心，慢慢去拆呢埲牆，而唔係硬闖。呢種將信仰融入生活嘅方式，唔使人首先認同你嘅信仰，而係佢先感受到你嘅愛。當人喺安全冇壓力嘅空間入邊，重新學識信任、被尊重、被接納，宣教就自然發生。唔係因為你講得有幾好，而係因為你活得有幾真。